对于第三比国，咱会当看到国内毒品的问题，其实是真严重的。去年咱台湾查到超过18万公斤的毒品，这数量是创下新高的纪录。也那最近新北市、新竹甲花莲等等所在，嘛拢发生亲像是食毒赛车致死伤亡的案件。学者就来分析讲，因为这食毒是爱先验血甲验尿，所以第一时间是无通随摕到证明的，建议修法来提高效率，开放使用脆软的快台试剂。拜一暗时，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姓刘的所长蓝兼姓陈的查甫驾驶，怀疑车内有毒品，要求落车，却随站油门要走，甲所长拖咧行，尾仔弄到钢电护拿，造成死亡。国内毒品问题严重，也定传出有食毒赛车，亲像9月新竹虎林国中头前有驾驶疑似食毒赛车弄到人，造成一个70岁妇人人死亡。7月花莲也有驾驶疑似食毒赛车弄到真家厝桥墩，落尾家己死亡。这个案件敢是食毒赛车致死伤亡？学者讲是无相真二弟临检阶段知影。他酒驾是因为酒精它会挥发，所以说你可以吹气就直接检验。那毒驾的话，验尿的话，你就要到厕所，那么抽血通常只有医护人员才能够进行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要在路边让警察可以去实行的话，其实是不大方便的。学者表示，毒品爱验血验尿，无法度随执行，爱等报告，真二伫路边拦查的时阵使用。虽然即马已经有毒品脆软快台试剂，但是目前法规还未开放，实际上路爱搁等修法。另外，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，若驾驶上路会要验出一定浓度的毒品，相当关3年，罚金30万。学者认为，通考虑甲标准变严格。你用毒基本上这个是违法的，用毒之后去驾驶，它是不是违法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使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他才认为你是违法。就好像有可能说，我今天用毒了，然后我去开车，犯了施用毒品罪，可是我毒驾这件事情未必是有罪的。根据国检署的报告，去年台湾查到的毒品数量超过18万公斤，数量创下新高。国内毒品的问题，会当讲是不利啊严重，但是若讲到毒驾，亲像 K 他命，就认定药检要超过每毫升100 NG， 才算是违反刑法185条之3。专家认为，会当考虑修法加严标准，落实毒驾零容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